大家好，今次我哋講一個驚心動魄嘅話題。NVIDIA 點樣喺54小時之內市值冇咗1萬億美金？呢啲係乜嘢玩法？呢個數字係講緊等於香港2年半嘅 GDP。唔單止係 NVIDIA， 成個 AI 板塊嘅股票市值曾經喺11月嗰度蒸發咗24000億，相當於成個法國1年嘅 GDP。而家開始唔少人都問 AI 神話係咪已經玩完咗？點解一間被視為未來科技核心嘅企業會出現咁驚人嘅跌幅呢？今日我再同大家跟進翻呢個可能係人類史上最大嘅股市泡沫。首先請大家大大力點讚。NVIDIA 即係好多人叫佢做英偉達啦，或者有人叫佢做輝達啦。今日就講多啲輝達嚇，因為慳啲時間。佢哋一直都係靠AI 晶片食糊啦。但係而家亞馬遜啊、微軟啊同埋谷歌等等都開始自己搞晶片啊。佢哋想減低對輝達嗰個咁嘅依賴。呢一個趨勢對輝達嘅市場壟斷地位係構成咗好大嘅威脅㗎，仲可能會壓低晶片價格，直接打擊到佢嘅盈利。更加重要嘅係當呢啲咁嘅科技巨頭都能夠自給自足，咁輝達嘅客戶又會同時變成咗輝達嘅競爭對手。呢個咁樣嘅雙重打擊係會嚴重影響輝達未來嗰個增長嘅前景。當 Google 話咗會自己製造呢啲咁嘅 TPU 賣俾呢個 Meta 之後黃仁勳馬上出嚟講，佢話輝達嘅技術係仍然領先業界起碼1代。但另外一個問題我就想問，如果我係記者話，我哋係咪仲係需要好似以前咁強大而且先進嘅人工智能晶片呢？其他更加便宜嘅方案係咪已經足夠呢？原先你講嘅護城河係唔係仍然存在啊？輝達啱啱喺11月底嗰份業績好亮眼啊，冚唪唥 estimates 都過晒嗰啲 analyst 嘅講嘅嘢，但係市場好快就回落啊。點解啊？因為投資者開始清醒意識到AI 增長可能已經到咗頂。而家嘅 AI 企業好多都係燒緊錢，但係仍然未見到實際回報。如果經濟進入一啲衰退嘅週期放慢啦譬如企業會首先削減呢啲創新嘅投資，令到 AI 行業雪上加霜。呢種咁嘅情況同2000年科網泡沫爆破之前嘅徵兆係非常相似。輝達嘅數據中心客戶佢哋嘅資本支出增長係快過佢哋嘅收入增長嘅。即係話佢哋使緊好多錢，但係賺唔返相應嘅盈利，長此落去個資產負債表就會頂唔順。譬如以雲端服務商嗰個做一個例子啊，佢哋要不斷咁樣投資升級硬件，但係 AI 服務嘅收費就可能會因為競爭激烈而嗰個價格要不斷咁樣下降。呢一個此消彼長呢個咁嘅矛盾就最終會反映喺輝達嘅訂單上面。當客戶嘅投資回報降低咗，自然就減少買輝達嘅晶片，你就會出現一個惡性循環。剛才講過，自從10月底以嚟AI 相關嘅股票總共蒸發咗24000億市值。呢一個數字其實係反映緊市場對 AI 前景嘅信心正在喺度動搖。人哋話俾你聽係輪動啊，或者take profit 啊，你唔會覺得嘅。泡沫爆破嘅風險其實係越嚟越高。更加重要嘅係今次嘅跌幅唔係單一嘅事件，淨係 NVIDIA， 而係伴隨住整體科技股嘅調整。當資金開始撤出呢啲咁嘅高風險資產AI 呢類高估值嘅板塊往往就係最先被拋售嘅對象嚟㗎。基於最近嘅市場動盪亦都有網友查詢
九哥就決定12月16號再開新嘅期指期權特訓班，課程會教大家咧點樣係呢啲咁嘅衍生工具嘅長短線部署。我會用更加多嘅圖表同埋技術分析同大家分享。Mr. BM 同埋 Local 呢都係不同我哋嘅交易行動嘅代號嚟㗎。點樣速銳一擊買入期權等等嘅技巧，就好似呢一個輝達末日期權，我哋點樣喺公布業績嗰日後邊嗰日即刻就獲取到一啲咧快速嘅利益啊！有興趣去呢個 QR Code 嗰度咧去報名，已經學識咗嘅，亦可以加入我哋嘅 Patreon 尊貴會員行列。我哋每一日咧都喺 Discord 嗰度咧做功課對答案嘅。美股估值超高，係人都知㗎啦。今次 AI 熱潮主要由幾隻科技股帶動，輝達啊、微軟啊、谷歌等等。如果呢幾隻股票出事，成個市場都可以被拖垮。呢一個情況又係同2000年咧係極為相似。當時都只係靠幾隻科技嘅龍頭股支撐住大市。當呢啲咁樣嘅定海神針開始動搖嘅時候咧，就會引發到一啲咧連鎖嘅反應啊！而家 AI 投資咧已經佔咗美國經濟嘅比例係高過喺科網泡沫時期嘅當時係1/3，而家更加高。企業使大錢去投資 AI， 但係咪真係賺到錢呢？科技大班係不斷咁樣吹噓 AI 前景。股價就瘋狂上升，資金湧入去，呢啲全部咧都係泡沫嘅典型特徵嚟嘅。歷史係會話俾我哋知，當越嚟越多人都覺得今次真係唔同嘅時候咧，往往就係最危險嘅時刻。而家社交媒體上面充斥住 AI 改變世界呢啲咁樣嘅言論，但係真正了解技術同埋呢啲咁嘅商業模式嘅人，都知道呢啲只不過係虛無縹緲嘅景象嘅。唔少散戶都見到輝達嗰個股價升咧，就衝入市啊，有買貴就冇買錯。但係其實佢哋未必明白到背後嘅風險。我剛才講嗰啲嘢包括如果泡沫真係爆，佢哋就會成為最大嘅輸家。特別係用槓桿投資嗰啲嘅散戶，好容易喺波動市入邊咧係被逼咁樣沽貨。我哋見到期權市場嗰啲未平倉嘅合約顯示咧，好多散戶都係跟風咧買入咗大量嘅末日 call 輪啊！呢啲咁樣嘅投機行為，正正就係市場見頂嘅信號之一嚟嘅。而家亞馬遜啊、微軟啊、谷歌嗰啲自己都紛紛搞晶片，目的咧就係咧減低對輝達嘅依賴嚇。佢哋唔想成日都俾輝達咧牽住個鼻子走，同時亦都想自己控制下成本，個 capex 永遠都咁鬼死大。嗱，呢一個轉變咧其實係好合理嘅，因為對呢啲咁樣嘅科技巨頭嚟講咧 ，AI 晶片其實都係一啲咧戰略性嘅資源嚟㗎。如果佢完全依賴單一供應商咧，就會對業務發展咧構成好大嘅影響。如果科技公司自己整到晶片，同輝達買嘢嘅時候就可以壓價㗎啦。呢一個策略對輝達嘅盈利模式係構成直接嘅威脅。當輝達知道客戶有其他選擇嘅時候，就唔能夠好似以前咁樣咧任意定價。呢一個咧將會轉變開始佢嗰個7成半嘅毛利率。特別係喺數據中心晶片呢個咧最高利潤嘅業務上邊。呢啲大科技公司自己搞晶片咧，其實唔單止係為咗慳錢，仲係為咗長遠嘅競爭。例如谷歌同 Meta 傾緊幾十億嗰啲咁嘅晶片訂單，計劃喺後年開始用谷歌旗下嘅晶片呢啲咁嘅 TPU 直接同輝達咧打對台。呢一個佈局反映咧科技巨頭已經將 AI 硬件視為一啲核心嘅競爭力之一嚟㗎，唔再滿足於只係做輝達嘅客戶。未來嘅競爭咧將會係一啲生態系統之爭嚟㗎。為咗籌集15000億嘅資金咧，科技公司唔單止會發公司債啦，仲會進行各種金融嘅工程。如果資金鏈斷裂，後果可以好嚴重。特別
別係而家係處於仍然叫做高息嘅環境，融資成本咧係大幅上升，呢個大額嘅投資計劃可能會因為呢啲咁樣嘅資金問題而延誤，甚至可能要取消。美聯儲其實一直都用寬鬆嘅貨幣政策支撐美股，特別係呢個 AI 主題，但係咁樣其實只係會咧將個泡沫吹得更加大。而家美國嘅經濟咧係面對通脹啦，同埋衰退嘅雙重風險。如果衰退嚟臨，企業盈利下跌，咁 AI 泡沫咧就好容易就會爆。特別係 AI 投資咧，大多係建基於對未來增長嘅樂觀預期。咁當經濟環境轉差嘅時候咧，呢啲預期好可能冇辦法實現。最重要嘅係通脹壓力咧，亦都可能會限制咗咧央行救市嘅空間嚟嘅，唔可以減得太多息嘅。就業市場因為 AI 發展同埋依家經濟周期性咧，而家變得越嚟越脆弱。一旦失業率上升，消費力下降，成個經濟都會受到影響。雖然 AI 係被吹捧為提高生產力嘅工具，但係如果導致大規模失業，反而會削弱咗經濟增長嘅動力。呢個矛盾咧，其實已經開始咁顯現緊出嚟嘅。而家嘅資產價格嚴重偏高，股市同埋樓市都係。市場係極需要一次徹底嘅調整先可以健康發展，但如果調整得太急咧，又可能會引發恐慌性嘅拋售。從歷史角度嚟睇咧，每個重大嘅技術創新週期咧，都會伴隨住一啲咧資產泡沫嘅。唔少投資者盲目跟風啦，唔理基本面只係追逐短期嘅回報。呢一種咁嘅行為只會加大咗市場嘅波動同埋風險。而家社交媒體同埋一啲所謂嘅零佣金交易平台咧，係更加加劇咗呢個咁嘅現象，係咪都 trade 嚇？令到散戶更加容易投機。咁但係當市場轉向嘅時候咧，呢啲缺乏經驗嘅投資者咧，往往就係受傷最嚴重嘅一群嚟嘅。咁散戶應該點樣自保咧？咁呢度起碼都有3幾個方法啦。分散投資啦。唔好將所有嘅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如果你持有太多嘅 AI 相關股票，可以考慮分散到投資喺其他行業，減低風險。理想嘅投資組合應該係包括一啲防守性嘅行業，譬如今年我特別中意醫療保健股。另外，揀股票嘅時候，投資者應該優先選擇一啲有現金流啦，同埋合理估值啦，並且喺行業入邊有競爭優勢嘅企業。記住喺風浪嚟臨嘅時候呢啲基本面穩健嘅企業係最能夠抵禦到衝擊嘅。如果你持有 AI 股票，記得要設定一啲叫做止蝕位，一旦股價跌穿咗某個水平，就要果斷咁樣離場，避免更加大嘅損失。AI 係大趨勢，長遠仍然係有潛力，但係短期嘅波動可以好大，所以要有長線投資嘅思維，唔好俾市場嘅情緒牽住你個鼻子去走。與其追逐一啲短期嘅價格波動，你不如專注於了解下技術發展同埋一啲行業嘅趨勢係點樣。當市場出現一啲恐慌性拋售嘅時候反而可能係長線投資者分段吸納優質企業嘅機會。我其實睇翻呢個圖表，等緊呢啲橙色嘅股災回落嘅機會，拋售時期呢啲就係買股票嘅好時機咯。我相信時間就到噶啦。如果泡沫真係爆，市場會出現恐慌性拋售。保持一定現金嘅儲備可以令到你喺低位可以撈貨，甚至係可以避過一劫。我總係同學生講你唔一定要透過沽空喺一個熊市嗰度賺錢。如果你減咗倉，避開股災，就唔會遭受損失財富呢啲咁嘅心理創傷。而且喺股票拋售嘅時候你更加輕鬆咁容易去買入股票。AI 係一個革命性技術，長遠一定係會改變世界，
但係短期內咧，股市可能出現一啲咧明顯嘅泡沫跡象。作為精明嘅投資者咧，我哋既要把握科技創新帶嚟嘅機遇，亦都要警惕市場已經過熱呢個咁樣嘅風險。大家記住，最賺錢嘅投資往往係喺別人恐懼嘅時候，你貪婪；喺別人貪婪嘅時候，你就需要恐懼㗎啦。我希望大家能夠保持冷靜，做好風險管理，喺呢個波動市入邊咧，穩步向前。多謝大家收睇，下一集再見。九哥會繼續跟進環球市場發展情況，債災、流災、股災，記得訂閱、大力點讚同埋分享俾朋友知道。想更加好咁樣掌握點樣投資同埋財富管理呢，馬上加入九哥話嘅 Patreon啦。